大家好，我係 Alice。咁就喺大埔區嗰邊咧，就營運咗一間鋪頭，叫做大包 shop 啦，係一間裸買店嚟嘅。我諗我哋大包 shop 嘅角色咧，其實係中間人嘅角色咯。咁就一方面，其實就農夫會睇翻佢哋農場入邊其實有啲乜嘢最當造，亦都會有一啲咧可能係大家意想唔到嘅菜款，生得最靚嘅農作物會擺出嚟菜單俾大家揀啦。咁一方面就會係可以將啲好嘅產品會帶俾大家啦。同時間咧都有啲朋友其實都會有反映翻，咦有啲乜嘢菜款佢哋會想食咧？因為事實上，如果當你食過一啲香港土地種出嚟嘅菜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佢嘅味道其實真係會有唔同。每個星期嘅送菜嘅服務咧，除咗你客人可以揀訂菜啦，一 lock 過咁樣送過嚟之外咧，我哋同時間都會有一啲預備咗部分嘅現貨會擺咗喺鋪頭嗰度俾大家選購嘅。呢個就係喺河上鄉種嘅米啦。咁其實種咗啲米之後咧，咁就有部分咧都會攞咗去鋪頭嗰度去賣。咁就寧願大家可以真係逐少試咗先，佢覺得個味道好啦，我哋希望佢下次可以再過嚟幫襯。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睇下會唔會有喺你身邊有啲乜嘢商店會有出現食本地鮮嗰個 logo 啦。